前几日伫南海海峡呢，是发生中国船去掠菲律宾的巡逻舰，结果呢，煞家己人烧弄的这个事件。这美军昨是派2只军舰去到事发的现场，因讲因是照国际法有航行的自由，也毋过中国煞表示讲，这美国呢已经严重侵犯到中国的主权，所以甲因结果，而且甲赶互走。 这架菲律宾海巡小型飞行机有载路透社的记者，伫红岩岛的空隙收到警告，一架中国的战斗机直直挖来，上近差不多61公尺，而且伫咧飞行机的后壁顶悬，甲北岛边咧飞，持续差不多20分钟。这是红岩岛有争议的海峡，菲律宾甲中国持续紧张上升的情形，双方为着这有丰富的渔业资源，请在伫海面对徛。 菲律宾13巡逻飞行的时阵，发现至少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，甲几啊架起菲律宾变色做是海顶民兵的船仔，伫红岩岛的附近咧航行，配合辅助中国海警甲军舰的行动。迄天，美国海军驱逐舰希金斯号甲金华作战舰辛辛那提号真紧进驻，驶去离红岩岛差不多55公里的所在，去互中国海军的军舰跟踪甲监视，并无发生冲突。Caravan,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media, was able to monitor the presence of 2 U.S. Navy ships, DDG-76 Higgins, LCS-20 Cincinnati, at a distance of 102 nautical miles from Zambales. 美国海军表示，以国际法这片航行自由，嘛是这年来航行甲非法自由行动的惯例。这个举动，互中国是丢卡断地。中国军机军舰捌伫相关的海峡甲空隙，几啊届甲美国军舰军机近距离接触。11菲律宾海华防卫队苏洛安号伫红岩岛附近护送援助的物资，要互当地渔民的船仔。一只中国海军护卫舰甲一只海警船，伫离红岩岛差不多19公里的所在，想要主动甲驱离的时阵，无细日去弄到。代志发生的过程拢轰录起来，引起西方甲亚洲真侪国家的关注。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尼森12谴责中国，这个举动实在伤过匆忙。广西新闻吴文良编译。